呢個所謂在高牆與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呢句說話呢係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講嘅。咁香港好多文青呢就好中意睇村上春樹嗰啲小說，所以當正呢句呢係聖經。呢句說話嘅邏輯謬誤喺邊度呢？佢話雞蛋與牆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點樣界定佢雞蛋與牆呢個係一個問題。我話雞蛋係代表弱嘅一方，牆咧係代表咧壓迫同埋強嘅一方。嗱，呢種咧係不問情由，話我要代表弱嘅嗰方，我幫佢。呢個首先用一個文青之父嘅說話就可以駁到，嗰個叫錢鍾書。錢鍾書有一句說話叫凡可憐人必有可恨之處，係咪？係嘛？所以雞蛋咧唔係無辜如天使係嘛？雞蛋走去挑釁埲牆咧，雞蛋可以自己攞嚟戰攞嚟死係咪？好啦，同埋點樣界定雞蛋？係張子強走去綁架李嘉誠個仔，咁張子強係雞蛋，李氏家族係牆你用乜嘢定義？係你如果要用經濟學定義，喂，張子強係一個窮人，甚至係一介書生。又或者咧，佢只不過咧係以一己嘅綿力咧，用自己嘅手段咧，達到馬克思所講嘅財富平均分配。咁張子強梗係雞蛋啦。哇！咁然後李氏家族咁有錢身家幾千億，咁佢係牆咁你係咪支持綁架咧？係咪？咁如果雞蛋與牆嘅話，拉咗張子強係打靶。點解呢啲左膠唔走去舉行喺呢個叫皇后廣場係點支燭光然後手牽手喺度嗌大愛包容好啦，喺呢個叫做八國聯軍係據理懲罰大清帝國嘅時候邊個係雞蛋，邊個係牆呢？慈禧太后係雞蛋八國聯軍係牆如果慈禧太后係雞蛋，你孫中山推翻滿清做乜嘢你咪欺凌緊你咪欺凌緊嗰籮雞蛋係咪？啱唔啱啊？你大清帝國唔係雞蛋你嗰個國號係大清帝國你呢個大清帝國咧係拉咗六君子去斬頭係咪？嗰陣時喂，譚嗣同係雞蛋定係牆仲有義和拳呢啲拳匪喺北京嗰度咧係斬殺傳教士同埋一啲基督徒嘅時候。咁義和團係雞蛋定係牆義和團擺明係一埲牆，於是就激起八國聯軍係殺翻義和團，同埋後邊支持義和團恐怖組織嘅慈禧太后，將個伯爺婆一路趕咗去西安，帶埋個光緒。邊個係雞蛋，邊個係牆係，同埋你諗下，當其時八國聯軍之前就係大清帝國將人哋翻譯啦、神父啦，全部人係囚禁克辱，有部分係虐待到不似人形，咁大清仲唔係高牆？呢個咧係火燒圓明園嗰班，我講呢個叫八國聯軍係嘛？呢個咧係斬殺呢個大清帝國係咪咩董福祥呢啲咁嘅咩拳匪呢啲咁嘅神打軍邊個係雞蛋，邊個係牆？喂，你傳教士人哋手無寸鐵喺山東，俾呢一班咁嘅匪民然後咧就殘殺係嘛？同埋呢俾呢啲咁嘅義和拳呢啲咧走去咧殘暴嘅手段咧殺埋全家，呢邊個係雞蛋，邊個係牆？所以咩雞蛋與高牆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這一句話是一句咧100%不折不扣的廢話。OK， 係呢句廢話咧，係對於心智未成熟嘅青少年咧，有極大嘅蠱惑作用。呢一個成個論述，成個嘅邏輯係錯誤噶嘛？咁咪每一個做暴力嘅人都可以話嘅，其實我咧都係細個有童年陰影噶，咁唔使拉人啦，咁以後唔使做啦。我抑鬱症我來自咧單親家庭，你咪大晒，你咪大晒以暴易暴呢啲咁嘅垃圾嘅論述，冇咁嘅事。OK， 係我哋係講邏輯同埋理性，你用邏輯係嚟到一做照妖鏡咧，你就知道嗰啲蠢人呢啲蛇蟲鼠蟻係無所遁形。OK， 係嘛？所以凡可憐人必有可恨之處呢句說話係真理
呢個係文青之父啊，叫錢鍾書。